纸上每一笔每一画，凡人看来都太不容易。靠右脚拇指食指取代手的所有功能，杨淑仪从出生就别无选择。因为黄疸太高，医生误诊，造成运动神经伤害、脑性麻痹。她和父母从此历经重度考验的人生，到处都带着去，管他人家要笑也好，啊，要讲什么随便他讲。我说听久就会习惯了，人家要讲什么你去讲嘛。从不试图把女儿藏起来。客家妈妈口中说认命，却不是悲观放弃。叶东美教育杨淑仪和其他3个儿女没有不同。买回去用脚玩，我就不给你玩了。我一离开他脚升上去了，通通挂在地下在玩了，你知道？我说你再次用脚玩我绝对不买给你从未间断复健，但淑仪用脚可以夹笔，可以夹硬币，手指却始终没有力气。国中学画后，画作塞满橱柜，让父母对她刮目相看。擅长花鸟国画，杨淑仪办画展出画册，是身心障碍10大楷模。2013年还到奥地利参加口足画家联展，给自己新目标，学工笔画，挑战更大。所以淑仪现在每个礼拜花6天的时间画画，对不对？你很努力，懂什么？冇得两都唔得。我打标都唔得啊，说不努力不行，某大标都唔得。看着她画，足以明白，这个客家女孩就像她最爱画的花中之王，绽放炫目的光彩了。妈妈念出她的感想，也是父母的愿望。在人生旅程中，人人皆有值得回忆的往事，也有人觉得无比心酸与痛苦，而我却觉得无比快乐与幸福。上课喽！懂什么？某大标都唔得。懂什么？某大标都唔得。谢谢宗仪老师。